而这个东京奥运摕到倒球铜牌的选手郑怡静，返来到伊台南归仁的故乡，寄付着奖助金予母校归仁国小，要来推广着倒球的运动。伫东京奥运以倒球混双的项目摕到铜牌的选手郑怡静，即马回来到台南归仁区的家乡，伊伫区长的陪伴来到区内的疫苗注射站，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才会使予大家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可以感受到我的家乡、我的归仁的乡亲给我满满的祝福跟鼓励，还有支持吧。郑怡静为医护人员准备饮料和礼物予大家。区长嘛真感谢郑怡静的善心，期待伊未来会当有更较好的表现。还有他特制的小礼物钥匙圈，来鼓励来关心为了咱所有的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结束感谢医护人员的行程了后，郑怡静嘛捐出体育奖助金予家己的母校归仁国小，希望会当做回来推广倒球这项运动。公所和学校嘛会送礼物来感谢郑怡静的付出，嘛期待有国手的赞助了后，未来学校会使培育出更较侪优秀的选手。